没想到罗主任特别的相信，一下阳光灿烂。哎，真的，你说的这个好像是真的，哎，特别对，真的很对。看来就得要晚上刘翔了。你就感觉到他一下转阴为晴，说对，我想起来，我得赶紧回去，我们还得准备呢。我那天晚上啊，确实很神奇。他就是2个小时准备活动，就说了2句话。一句话是准备活动完了以后，就是师傅，你给我一瓶水，跟教练孙海平要了一瓶水。当时他渴了，跟孙教练说拿瓶水，让我去拿瓶水。第2句话就是他准备进检录处的时候，跟教练要分手的时候说了一句话。刘翔说：“师傅，你相信我。”师傅，请相信我。请相信我，就是说了这么2句话。用上海话，他们2个人讲话用上海话说：“师傅，你相信我。”那天晚上特别的专注，那个集中注意力的程度啊，我觉得这真是一个优秀的这种国际明星、超级明星所应该具备的一种素质。刘翔站在他们中间特别的醒目，一身中国队的衣服特别的醒目，当时你就觉得真的场面很震撼。中国站在了起跑线，